家好，歡迎收聽 Wisdom Channel。今日所講嘅題目就係關於創世記密碼，而呢個密碼呢係顯而易見嘅。首先睇一睇創世記嘅第5章，入面講到係亞當同埋佢嘅後代，一直去到挪亞，總共係有10代嘅。而挪亞就係亞當嘅第10代嘅孫。而呢個10個人嘅人名呢，都係有意思嘅喎，分別都係唔同嘅。而呢啲意思咧，就可以喺有注釋有 footnote 嘅 Bible 裏邊嘅聖經裏邊係可以揾得到嘅。咁我順住每一代嘅人嘅人名講出佢哋個別嘅意思啊。亞當 Man， 賽特 Appointed， 以拿士 Mortal， 該男 Sorrow， 馬勒列 The Blessed God， 雅列 Shall Come Down，以諾 Teaching， 馬土撒拉 His Death Shall Bring， 拉麥 The Despairing， 挪亞 Comfort or Rest。 好啦，咁如果我將呢啲10個嘅名嘅意思湊成咧，順序講翻就係 Man has appointed mortal sorrow, but the blessed God shall come down teaching that his death shall bring the despairing comfort or rest。 如果譯翻做中文就即係人注定有死亡嘅悲痛，但神將降臨教導有關佢嘅死，將帶俾絕望嘅人有安慰或者安息。原來喺創世以嚟咧，神已經將佢嘅計劃、佢嘅救恩、佢嘅救贖，用創世記所提到嘅頭10代嘅人名，原原本本咁彰顯咗出嚟。我亦都相信某啲信奉呢個猶太教嘅以色列人係知道呢件事嘅，但係就一直隱瞞住。最後我想用神所感動我嘅經文作為一個完結。喺馬太福音嘅第4章16節至到第17節嗰度講到，那坐在黑暗裏的百姓看見了大光，坐在死蔭之地的人有光發現照着他們。從那時候耶穌就傳起道來，說：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耶穌啱啱傳道嘅時候，原來喺黑暗裏邊嘅百姓就見到有大光，喺死蔭之地嘅人有光，係由光發現之後再照住佢哋嘅，係由神揾我哋，係由耶穌傳道，係佢去尋找我哋嘅。所以我想同大家講聲，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